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23号。今天是年初2，但是我的 YouTube 因为礼拜六就先预录，所以今天晚上是除夕夜晚上，就很多的鞭炮声。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有上帝的恩典满满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7节到第14节，士师记第6章11节到24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第6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光明之子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耶稣自己这样说，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里面也是这样说道。圣经记载，在我出生以前，上主已经指派我做他的仆人，我要领回他的子民雅各，领回四散各地的以色列人民。上主赐给我光荣，上帝是我力量的来源。上主对我说：“我的仆人啊，我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，我要你恢复雅各的各支族，领回以色列的子孙。我还要你成为万国之光，使我的救恩普及天下。”以色列的救赎者，神圣的上帝这样说：那受人藐视、为万国所痛恨、被统治者奴役的人啊，君王将在你的面前起立致敬，权贵也将向你下拜。这事一定成就，因为以色列神圣的上帝选召了你，上主必持守他自己的应许。耶稣基督要成为万国之光，成为救赎，而亲近光的人们都要被称为光明之子。这与我们在上个礼拜六所谈到的罪人蒙呼召是相同的教导。我们都是蒙召之后成为光明之子，就如同虫子一样有趋光性。蒙恩受呼召之后，我们就必须要有新的生活的准绳，要开始一个新的光明的生活。在旧约，我们看到士师基甸时期，以色列人他们遭遇到米甸人的攻击。按照能力来看，以色列人是不堪一击的，但是他们选择了倚靠上帝。虽然在之前他们曾经一再的怀疑，比如说基甸就这样子跟上帝对话。圣经记载，基甸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于遭遇到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”这样的信心危机似乎都发生在面对危难的人身上。上帝也这样子回答基甸说：“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：“你靠着你的能力
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”但是这个时候的基甸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。他回答上帝，基甸说：“主啊，我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，我在我父的家是最微小的。”基甸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，供在你的面前。”在这样的一来一往的谈论跟回答之后，上帝用火烧来显现在这个祭物当中，让基甸看见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应许。后来基甸他终于降服了，他就为上帝筑了一座坛，称这一座坛为耶和华沙龙。因为上帝告诉他说：“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不至于死。主的平安与他们同在。”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因为圣经也这样的教导，提醒我们必须在行事为人上如同光明的子女。以弗所书第5章第6节到第14节这样子说道：“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为这些事，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总要查验为何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暗昧无益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，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够显明的，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：“像你这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”我们不但要行事为人，能够见证上帝的光，更要在信心上活出我们是属于光明的儿女，因为有上帝的光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不至于害怕。大约在10天之前，三峡的巴安桥上发生了一个27岁男子跳桥自杀的悲惨社会事件。我们并不知道确实的原因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他一定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无法突破的瓶颈，遇到了黑暗的笼罩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是看不见亮光的。在人生的困境当中，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光照，让我们能够活着有盼望。诗篇27篇第7节到第14节：耶和华啊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恤我，应允我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的心向你说：
耶和华，求你的面，我正在寻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上帝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，因我的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早就已经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感谢上帝，你以你的光来照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救恩，得到光的医治，得以脱离这世界黑暗，来亲近你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